我哋今次呢個 GBA STEAM 呢個 platform 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，去 visualize 到我哋扶輪社係 support 緊我哋嘅下一代嘅。我哋成日都話點樣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咧，就一定要有前人種樹，後人先至乘涼噶嘛。咁我哋咧就喺度係做佢哋最強嘅後盾。我希望今次我哋呢個 GBA STEAM 嘅 public image 咧會大家咁加強我哋係對於我哋嘅年輕一代嘅培育，希望繼續團結行善。多謝大家。STEM 係青年人同埋家長嘅焦點，我哋公開支持呢一個計劃，等於直接同年輕人傳遞呢個明確嘅信息。我哋好關心佢哋嘅未來同埋創新嘅領域，可以打破扶輪係長輩社交圈嘅刻板印象，吸引認同呢一個理念嘅年輕世代加入。贊助呢個頂尖嘅競賽，可以展示我哋唔係着眼於目前，更加積極為大灣區培育下一代嘅人才。呢一種形象對家長同埋學校有顯著提升公共嘅形象。全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STEAM 卓越獎2026。扶輪社植根香港接近100年，一直都係我哋社會精英嘅匯聚地，未來領袖嘅搖籃。我哋一直都相信職業導向服務嘅重要性，而且我哋都追求超我嘅服務。今次大賽鼓勵以事代賽，而咁樣嘅話，亦都係我哋一個追求扶輪嘅精神，真實超我嘅意義。東區扶輪社當年響應國際扶輪，為世界解決水荒問題，一直默默在中國努力作出貢獻。其一是為陝西和青海省捐建水窖，其二是陝西協助開發地下水源，其三是協助地區扶輪為中國提供淨水嘅設備。喺幾年之間，共建咗3000多個水窖。因為嗰個水窖個計劃非常成功，龍東將在水窖嘅項目伸延至到青海省，為當地農民共建咗2000多個水窖，造福社會。喺2011年，龍東得到舍友3450地區同埋各社大力嘅支持啦，為陝西、寧夏、湖南同埋廣東省共捐贈咗114台淨水設備。咁希望喺今次 STEAM 卓越大獎2026培育新一代低成本嘅淨水技術，為中國下一代建立健康嘅貢獻。維語社支持以 STEM 為主題嘅活動，對扶輪社嘅公共形象極具價值。呢個唔單止係突出我哋擁抱創新同埋科技教育嘅前瞻性，亦都能夠加深同社區、學校、企業嘅連接。對於年輕新一代而言，扶輪再只係傳統服務嘅組織，而係願意陪伴佢哋探索未來嘅伙伴，有助於吸引更多扶少團、扶青團成員主動嘅參與，令扶輪嘅社區參與度同埋青年影響力雙雙提升。大家好，我係半島扶輪社社長 Gary。除咗現金嘅贊助，我哋可以通過以下嘅方式呈現價值：第一，展示學生喺項目中嘅成果同埋技能嘅提升；第二，分享技術嘅創新案例；第三，強調呢啲創新點樣可以改善社區嘅生活質素同埋解決實際嘅問題。此外，提供具體嘅數據同埋故事，展示贊助對社區嘅長期影響同埋回饋機制，促進扶輪同埋社區嘅合作關係，進一步增強贊助嘅價值。多謝。就係我哋嘅新世代服務啦，令到年青嘅一代咧去延續我哋嘅扶輪嘅精神。我哋係應該要積極支持呢一類嘅活動，培養我哋未來嘅領袖啦，係一個呢一類型嘅活動係一個好好嘅途徑嚟嘅。作為扶輪社嘅創社社長，其實水計劃係非常之重要。咁今次我好開心，有9個唔同嘅扶輪社咧，就贊助我哋呢一個STEAM 嘅 Water Purification 嘅比賽。咁亦都好多謝大家嘅出席。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咧透過呢個計劃，可以喚醒多啲小學生、中學生，知道點樣可以淨水，點樣可以有啲可持續嘅計劃做到。多謝大家。